这叫做秋心，还有一只叫做欧弟，就是圆仔花。哎呦，那你才够注意。今日食了，我会记得因所有的名，即马去甲因熟悉者。春嘞，春嘞，这我知，春嘞，春嘞，对吗？失败，失败。好，食饭。多谢多谢，看起来超好食的。哎呀，哇，我吃海酒，我吃海酒，你好你好，等下哦。动物破点叮当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卢，哈，做这海酒。海酒来食就是一套鱼，阮今仔日要去吃一个好料的，用欢喜噶。即摆咧找迄个餐厅伫倒位，看遮有一个路名叫做中景咯。较早咧，遮就是一个眷村，经过改建了后咧，就用遮眷村来命名呢。今仔日咧就要去吃好料啊，敢有欢喜 ？Go go！10公斤，你看，总算是找到啊！就找到哎，你看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无法度入去啊啦，就这只。那你这样子讲，哇哇哇，哇，这只足大只，这只是啥？这是老大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伊个面有够大间呢，这甲你生较足像的呢，哈，这是大只海酒。阮即摆先来看即个，哦，这超好水的咧！你看，这是哦伊的名啦，这叫做秋心，还有一只叫做欧弟，就是圆仔花。哎呦，那你才够注意，这个名你敢对？这叫做碧兰地，这安尼好名，这甲你生较同款啦，哈，这是较大海酒。但是叫做碧兰地，啊，这是叫做三藏吧，哇，这是上大只的迄只，这是春嘞，还有苏吉，哇，你看伊个白白，看起来足有罪的呢哈。伊伫遮生活了，可能有一了辛苦安尼啦，无啦，我袂讲诶，这是生了足够水的啦。爱来就是熟悉因者，看因的名，我敢袂当记得牢。今日食了，我会记得因所有的名，即马去甲因熟悉者。啊，你先第二只吗？你是第二只，我去甲因熟悉者。好，即马来找只狗啊，伫倒位？迄叫做啥物？秋心吧？是秋心？是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叫做秋心吧？那是圆仔花啊，算去。你好，你好。这叫做哦，这我记哩，这是春蕾，伊边有够大只，春蕾，春蕾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是秋心吗？也是圆仔花，你两个是谁较出型的？是圆仔花吧？佮有迄个大只海酒，大只海酒叫做碧兰地，碧兰地，你再甲我走去，过来，叫做碧兰地啦，碧兰地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无要插我。春蕾，春蕾，这我知，春蕾，春蕾，对吗？失败，失败。好，食饭。来，海酒你要食啥？一个红酒炖牛肉2包饭，佮要啥物？你佮要食啥物？这个好无？马铃薯条，这有甜的，汤乌冷5瓦好，好无？安尼，佮一个热带果子茶，啉一个凉的，今仔日较热。好，就安尼，好吗？好。多谢多谢，看起来超好食的。这是我的，这毋是你的。多谢。好，请食一个马铃薯条，这是我的。好食好食。
想食物，我来享受就好啊。想要食吗？干嘞！这拢是我的拍摄哦。哇，你看这个吗？想要食吼，等下，你会等下就会来啊吼。你看你的。哦，这是你的。哎呦，哇，我食海酒，你好，等下哦。你慢慢做伙食什？来，再互你食。哇，你嘴哇有够大坑。哎呀！哦，我这么有够饱，点伤济啊啦！无，阮等下去散步好无？海酒，你看因去散步，还是你们做伙去散步？头家我敢袂当带因去散步，嘿嘛？敢袂当？好啊，无，但是伤济食。无，我带你好无？阮大食海酒，阮等下做伙去散步。嘛，散步了啊！阮敢会今仔日天气足热，敢会去耍水者？敢会去耍水无？哈，去耍水！哇， Hello， 我是 Coco， 一个2岁查某囡仔。我的个性真活泼，平常时就爱甲人耍的。之前我捌去游行，煞甲庄主人带一条，为着安尼，伊就甲我放煞啦。加在后来我拄着园长妈妈，伊开3个月时间照顾我，游行调查无搁举起来。身体检查嘛无啥物问题，我又搁活跳跳啊！园长妈妈讲，我这个镜头就爱继续追踪才会使。顺便甲大家宣传一下，阮园长妈妈逐礼拜6下晡，拢会伫台北市公馆举办领养活动，有耐心、有爱心、有心要领养阮的爸爸妈妈。欢迎来遮甲阮熟悉哦！我甲阮兄弟姊妹会笑眯眯，甲恁揽条条哦。哇，咱即马要来去游水啊！哦，你看，我已经到啊，遮尔欢喜啊！我已经到啊，遮就是迄个会当互狗仔游水的所在。赶紧你去。可以当翕相呢，阮带你去耍水，耍水。今仔日耍水咁有欢喜，有无？是毋是第一届游水有一点仔惊？你看，其他狗仔拢耍啊足欢喜的。哇，本以后嘛，定来遮游水好吧？那安尼今日的影片就到这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当欢喜有嘛？动物看心书，沙漠越高，沙漠越高。头家仔狗，头家仔狗，拍碰球，拍碰球。哇，你家鸽子是想家你鸽子，你害羞吗？害羞，呀，哇，哪家你鸽子？哎呦，你放水，真重要。你放水，
哇哇哇！好好好，我们帮你清理好不好？